我係改風，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跟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來到我哋暗上風化節目。我係高一峰，今日節目嘅主持人。今日當特別，因為請到一隻我當陌生嘅領域一隻當厲害嘅老師，謝國學老師。爺娘哦，佢開始係做一隻廣播人員，後尾慢慢地做到配音人員。做廣播到配音吼，原則上吼，就係用聲音去表演的一個過程。當然咧，地方動到了客家有關係地方，我哋今日當上嚟問呢隻謝老師，你用係去用聲音來想，用聲音想哦，唔係用身體哦，唔係用其他方式，用聲音來想客家係乜嘅？安尼先來請嘅謝老師來撈觀眾朋友大家問下好。一峰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車國賢。今日呢當特別好，請到謝老師來，因為我對配音呢個領域一直都有一隻當奇妙嘅一個想象因為我當魔術嘅一個領域所以今日第一攞嚟我想當到問題要問你。一開始我想講，因為你開始其實係讀電台開始，讀電台開始。你有冇行到天台，然後又接到客家呢條路？其實曲折離奇啊！有啲天台係做工廠鋪，做音控。音控？唔係廣播人，唔係主持人咯，做音控，做然後知道好多東西嘅。因為天台嘅東西除咗發射機、發射機以外，太體就屬實嘅。然後又轉到諾貝錄音室，就專業錄音室。然後去讀到批法年嘅批音樂。天天咧，讀到一隻漢人，有顏師傅，讀到漢人，按主席，佢係共中間是一批客家，開始做客家。模擬那種嘅時，打最古講一啲，人家車過現象車係漢人，佢發講到很唐的，來試看啊，就一路安尼天天去，一路做到一下。所以原則上，其實你開始冇想過要做配音員，配音員兩個身份差冇。冇想過。呢2年，因為我想嗬，配音其實係一隻我知道你講，就係用聲音來表演的一個過程。就是你講冇可以用聲音嗬，聽到聲音的時間嗬，你想到一隻後背你發生乜嘅事情，因為看唔到人啊，係嘛？唔可能我撈一隻動物配音，沒有可能撈一隻人工嘅配音，沒有可能哦。佢到底按樣用聲音來表達了表情按樣嘅方式。其實講較簡單的話，就係模仿演員演也表演，會比一般人平時講法較發拍的話，可能較誇張的話，有個時候用嘅時候，我講嘅無聽眾。按誇張啊，一般人冇辦法吧，就變成去模仿這個演員用嚟做，模仿100、200、300，總有100個學到。用聲音呢？用聲音表現。比如講，佢對蘇偉峰放下來，響劇本當中就一隻你看到用嘅對蘇偉峰唔會安尼啊，冇感覺。唔係記得唔寫時就放多用嘅嘛。叫做冇可能嘅。對蘇偉當，大家可能係行路彎道、剛道、較短。對蘇偉峰按嗰個地方跌下來，聲音來啊重些。來啊重地位，來啊重地位，總係會見準哦，會驚啊，係嘛？這就好搞。你一個嘅喏，來到暗床跌下來。你唔可以想象，唔對結嗰個地方跌下來，要結床，要結到咩？比如講沉水。溺水，沉水你們用，用劇本上基本上還是一隻用嘅時候，沉水唔錯噶，
俩最感觉。我跳起啊！尖到咧，尖到咧，上海不出来，跳下去，哎呦就冇下去，哎又出来，啊，这就係去想象一隻想象的過程。來講，看戲演員用的表現，用的表演，佢係咩一下尖到水度，一下又走出來。你講完全啲水面上，佢就唔是唔會盆水尖到啊，佢就唔是嘅，所以就到底咧。講真嘅吼，上映做一隻表演的一隻媒介吼，其實佢咩有幾隻當特殊的一隻訓練的方法吼。有。你應該提講，其實你這個每一個配音聽聽哦，沒有帶當作後生年吼，帶後生嘅來做一隻像配音班安樣的過程。其實當配音班你係不做走來講啊，而且講一下就先稍微略個帶到一下講，誒到底安樣嘅教後生年配音嘅隻技術咯。你要一隻穿一隻太戲出來，跳下太戲啦，因為一過程真係難，因為冇辦法去解釋笑，然後過後就一隻笑，就一隻死看胡，我樣嘅笑喏，嗰個笑千奇百怪，我樣嘅笑，因為我第一擺笑嘅時，第一擺上錄音室，我開始笑嘅時間，啊師傅講，哎呀，你叫呀，都咪喺叫喏。原來笑唔到埋隻叫咯，咩人哋笑啊？你個笑就想叫咯，佢唔要得，喺度笑，哈哈哈哈哈，快睇你嘅堂爹，笑要這麼多種，唔像我哋有隻笑，可能就專去對人講嘅，我建議後生嘅，唔專去對人家講嘅，你就準點嘅樣嘅見笑，看人家表情，看人家肌肉，用嘅笑係用嘅上，你是奸笑，是開心的，是傻笑，是微笑，是。悶悶的笑，很用嘅笑，做得去佢調整出各種嘅聲出來過後，你把它放到你的記憶庫，看你到要配音嘅時間，要講要用到嘅時間，從你的記憶庫抽出來啊，那個笑肌肉大概是什麼位置？演這種每一種像儲存資料的過程。其實從演用嘅，他的情緒是存在記憶庫裡面。我哋都可以上音，用上音變到條哪裡噃？即是個啊，批到擘個鋪敷呢是個誒笑叫喊，即是個就實實留嘅記憶庫底部叫做上音調度出來。從人講到哦，差唔多50歲、70歲老人家。你有講法？你有講法哦，講法會準。其實唔係60歲，佢80歲。80歲破片嘅，20歲見準。先準嘅咧。其實老人家有健康嘅，老人家咩做得過到，老人家咩做得過到以後，伊健康嘅嘛，健康嘅嘛。當然啦，像阿公叫啥，80歲幾好代藝啊。講客話咧講得啱無爭咯，我代念咧。你是講到配音員要訓練，實在冇咁簡單，佢可能要用2年3年，不斷堅啲嘅練。意思講要有按多嘅材料，按多嘅 case 嚟練。應對練哦，就像寫作品樣嘅，我堅寫，唔係講1年寫500則詩、2000則詩，安尼就變做得變一個作家。嘛，所以親難嘅嘛，就親難就老上癮重去啦，重上癮那件事情，呀，用重嘅，慢慢的重越多上癮嘅時間，等到人個上癮嘅資料庫重到按到上癮嘅時間，那調度出來用嘅時間，我是都做較好一些咧。不過可能講嘅好像奇怪。跟有時個按這個講法時個，這個躺到這個上音時就怪怪，有些你看個共鳴呀，嗰種空間的嗰種影響哦。像按樣會影響到你，就去想配音那種功。一開始會，一開始因為一生人冇戴過耳機啊個東西啊，冇對耳機底部躺到這個上，因為平時講話講吹氣，吹氣嘅，我不會多做人一講，躺到會上哦，捱上氣啊呢。我嗰個樓其實樓空間充滿人，不過嚇。唔過耳機戴上去，麥克風一講，哎呦1萬人啦。你喺上啊講真件嘢哦，咩人啊佢樣，我客話喺上，然之後到阿婆嗰邊傳過來。人家上應該係咩度？阿公阿媽嗰邊傳過來。係啊。唔係阿婆，係阿媽。因為南普人講阿媽咩？因為成發的一個背景較特殊，係算係半隔代教養。一般的哦，有一般，你幼兒就雙薪家庭嘛，就變咗要上班要做事，那生意叫下人用嘅咯，老人家就南部上嚟吐啊，
开始谈，开始讲的，哦，一切都都幼稚園。真有正經講，接觸到唔係合法嘅。哦，間算短爭咧，很早的，不過佢係阿公阿媽也冇錯嘅，變咗可以潛到就較爭較老嘅較嘅花嗬，古嘅花、較有嘅花潛到。潛到嗬。不過我想講嗬，其實嗬，像安樣嘅花嗬，流程都嚟下嗬，當到事情嗬，慢慢你會面對到一件事情，乜事情啊？其實老娘你係工作沒有關係，就講安你學花配音員，你用嘅老安你以前老帶嘅花，透過配音嘅方式，本還有3年談到。另一件事情嗬，等下，因為我想講，用半年後就唔知講配音員究竟安樣嘅工作嘅，我想第一開端嘅時候，大家來看一下，因為我是講就像。看到佢要做乜嘅事後，就直接看佢對細地要做事情，就第一件事情你要做嘅。所以海登安尼來講一下，講配音員嘅工作細節嘛，可能你有當乜嘅 VCR 來看一下，是不是？好，好。咁過年下巴正閒啲啦。剛剛不說，俺就以貌取人，俺看到。憨憨厚厚嘅，我就可能用個圓嘅上，個皮嘅上。啊，看到你以貌取人哦，你還以身取人，有嗓音呢。因為我冇辦法分辨講，一下冇辦法分辨，有個人講嘅，我有辦法去對佢上嘛。那我就只能以貌取人，憨憨厚厚，我就不能講公德為上。今日請到謝老師來吼，其實我知道啊，最近當我調東西啊，調學東西，學你要用嗓音來表演。不過你要看嗓音配音員的一個工作，我想今日你要看一段謝老師佢帶的呢十個人啥，還有嗓音，沒有後嗓的，沒有嫩的，沒有老的哦，嚟到配音班的工作人員很樣的來學做配音員安樣嘅條路。先生，好，歡迎，來。維持你最輕鬆的。比如一年10出戲批單呢，咁一個人參與也10出，連單批2年3年，佢聽說做得出事，因為嗰個一年10出，3年就30出戲嘅。30隻角色，見連單30個人生見過單，你就會體驗到無同樣人生、無同樣講話嘅方式，某同樣的情緒，某同樣的表情，在電視前面看電視，跟在錄音間對着麥克風看電視，它最大的差別在於說，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是在家裡面看電視是放得很鬆的，很輕鬆的在看，所以你可以很容易跟着他情緒起伏。我們可以跟着演員走，但是我們在裡面的時候，你還有稿子要看，你還有角色要看，你還有旁邊的人話要聽。你會一心好多用，你就唔好講本人罵，唔好講講唔錯，本人糾正，本人調度嘅，也唔好吃到見少排泄。調度唔係因為有個人用嘅，係因為唔講嘅話同一個角色很搭唔到，很配唔到，而調度講起來衝一個角色，不是刁難你，只是要你更想這個角色。想要做配音員，隨時分享。準備好一顆不怕死的心就來。剛剛大家看到嘅 VCR，其實就係謝老師佢對做條路時嘅做到嘅事情。講一下，其實當乖呢，配音員用係按樣工作嘅呢。其實就像人哋講表演，不管用聲表演、用身體來表演、用文字來表演，你就算一團花寫到冇講，你就 delete、erase 下過，再過來過。配音咩？表演咩？尤其係配音，頭前一句話講下來，下句話講到出邪，咬到三埋。用解釋，來過100，多咗3秒鐘，來過100，100、200、300、500、1000，講到髒講到錯為止。
我有挫折感嘛？我挫折感會砸埋睇眼種，依花就講唔爭講唔好咯。冇出藝行人咧。談到呢行我就想講，你還有啥人？佢想去做配音員呢？其實想法多啲嘛？配音這麼好搞，非常迷人，當上人那些動作，當你看到嘅面對嘅係無共樣嘅角色，像比如講入面錄主角花多，佢就冇法講，就錄一集，單一集，你講錄配角咧，配角冇按到花，你如果角色按到，可能就會一團咧，人家角色就一節咧，一幾花講體咧，後邊又出來一隻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佢曬幾花。順勢講體好嘅啦，即係3年講體咧。因為冇辦法再個搶3年來，等為到一幾花走來，順勢講體。我想到一個概念嘛，但幫我插插一下。我以前在有些視察嘅時候，談嘅垃圾佬，佢地方佢照出嚟嘅嘛，就講嘅一下開始嚟講一個故事哦。一3年2、3年，就寫嚟就3年就開始編一段故事啦。佢用啥？用聲音來演過嚟演過去啊！你還有那樣嘅那樣嘅想打，有那樣嘅這個談愛情那樣上姐妹啦，那樣啊，所以講，然後佢講嘅時間唔係講天咯，佢好似自家去用聲音來表演啊，所以過程就像你的編演嚟做嘅。差唔多，因為一方面係因為經費嘅關係，冇按到經費做前萬多年，嗰時候。就用以貌取人，看到憨憨厚厚嘅，就可能用個圓嘅上，個皮嘅上。看到你係以貌取人哦，你係以身取人，用聲音咧。因為冇辦法分辨講，一下冇辦法分辨，有個人講咧，我有辦法去對佢上嘛。那我就只能以貌取人，憨憨厚厚，我就不能講講到嘅上。較高較粗嘅，較講一些。我較講一些咧，較高一些咧，較優一些咧。較體格較好嘅人，係啊，係咩人嚟上？就很硬的，很硬的喎，較粗的喎，較粗的喎，發聲較粗一些。就用安尼，可能係講話嘅方式，可能係聲來展現無共樣嘅人、無共樣嘅身體。其實聽嘅謝老師人講吼，我就想講，其實吼，你要用聲音應對安尼講嘅過程，其實咩都應對表演嘅。我咩地講，其實唔係做配音員天天。因為學法嘅關係，你有學台地方可以做嘅語言指導。所以呢部分你用聲音去表演，又用聲音去搞一隻可能學法講無障礙嘅演員來講，呢個過程又係樣嘅一隻過程。有咩這麼好講呢？因為我用聲來表演咩？演員用身體、用表情來表演。我手嘅部分係用我手嘅係身體嘅表演，我唔足，不足唔拉。故說我去同一條演員上課嘅時間，搞學法嘅時間，我順手投學一條人係樣嘅表演咧。用身體嘅部分咧。唔係我去搞一條人表演，係一條人來搞我表演，我搞一條人學法。唔用一個表情，唔用反義講一句話，係樣嘅講咧。反做學法。反做學法，會樣嚟講。用同樣嘅表情，同樣嘅強弱態勢，用學法講一擺，來學。你唔學學法，學人表演。冇辦法教演員表演，因為嗰啲演員嘅專業，教唔得。也冇人去隨條教，因為電腦做嚟學起來就係自己嘅。就像我哋讓採訪，咩採訪係讓採訪係讓調學東西，調學東西。我要咩同調學東西咧？調學人邏輯人。呢個調學嚟調學唔啱嘛？反正你用學法嚟調學就錯嘅。我有一點吼，最近一擺吼，你天數客家電視台係哪部片嚟？《一言之頭》。係錯，《一言之頭》最研究出嚟叫做《天公你強係樂園》。對象係乜啥？哪隻演員？對象叫啥咧？叫啥？一啥對叫啥樣處理咯？係啊，樣嘅處理，咩唔樣嘅處理啊？就變咗叫隻聲音咧，叫隻聲音。係叫咪叫嘅人？叫聲音，叫聲音，叫種無共樣嘅身體。錯。無共樣身體，我講無共樣嘅話。我冇辦法接聽，因為我自己接聽係我嘅主觀。唔係演員嘅認知了解。演員對一個角色有自己嘅認識了解，我有我自己嘅了解，因為做唔到用我嘅了解去硬搞本演員。
我也歌场变做溝通，用溝通嘅啊，比如方式。伊份講迄男主角，對一隻角色有乜認識，唔會用嚟講一句話，一句話唔會按嚟講冇，係唔會增加乜嘅話，會減添乜嘅話，係將招式翻譯本。用招式嚟翻譯出來嘅。誒，這種講嘅話，係用客話嘅邏輯，文字的語法，搞本，係同時去學一個角色，一個身體改用嚟講。比如講有個人講法較冷，他是一個粉領階級，一個高端的主管，佢講法就唔會按頭，唔會按到語尾助詞，要當唔會漢字會當夾，佢都講清楚，講清楚嗰樣，講流量。咁有個人較面線，佢就當得後背面會來出來，就會鉗上鉗到眼去，也就冇用嘅身體講，冇用嘅話。主要係安尼，讀到講一山兩樣對叫啥，真嘅就冇。而家要跳太極，因為一禮拜工作，一禮拜工作7天而已，沒有很多啦。就是照3餐做。就我們那時聊呢，星期八。星期八好。星期八就看愛啊。那時個水我拿海連水睇你時個水。係咪有好水嘅時間？有好水。不過我是吼，原來算一種專業的一種技術。喺正經吼，我有像按樣按厲害嗰種用嗓音來表演的一種技巧吼。我知道去交女朋友嗰時嘅吼，應該鬥厲害吧？應該鬥厲害吧？我想你太太係客家人嘛？有咩客人？咩客人？哦，那邊客人啊？頭款。哦，係香港人。哦，係香港人咧。我真嘅㗎。而家講到本樣嘢，有咩好教咧？我人生都係好教咧。阿公寒潮嘅時節，10多年前寒潮嘅。有一年吼，我本樣咩嘅同事，有一年我本樣上天台做廣播嘅主持人。我拄好病了，伊副靠阿公上台北，我就做下只有本阿公聽。我啲阿天台做事哦。我講時間差唔多嘅，有個什麼嘅時間？都誒，阿公談開我做喺天台。阿公有什麼嘅上，唔同佢幾多寫啊？有什麼嘅上唔可以查做地咯，唔可以做地咯。阿公係以身取人咧。阿公就講做地咧。用聲音嚟吐你咧，以身取人，用聲音嚟吐。阿公有什麼人談起來用嘅咯？上咱們槍做地咯。吐過來做地冇？吐過來好啊！喲，你有冇看你奇怪咯？就會用聲音來看咧。你聽到有上有醬有亮，你聽到有好聲。喲，咱強講，用聲音都吐到我頭髮嚟咧。聽到拍啲醬嘅什麼嘅哦。啊，你講其實一張你嘅聲音吼，你做得表現佢一張你嘅性格。一張你講話就像講佢當面線嘅你嘅聲音就頭棒棒啊，樣唔可以個唔聽。一張你當理性當幹練，佢講話就吞噬吞到當講啊。其實唐一場你講話某一天真正做得3、5分、5、6分呢，做得看得出來性格差唔多。所以見真有機會哦。不過佢就係喺表象嘅東西，冇深入去了解一個人嘅身份，冇拍 TV，冇拍了解一個人，所以係樣嘅先。佢講法用咩嚟講？因為我接觸到嘅全部就係表演部分，嗰種我就想做啲針對一個演員唔看劇本看久嘅，一般看幾下擺嘅，唔對一個人對一個角色有熟悉，人家熟悉會比人較多，因為我看久3年嘅劇本，冇辦法人家會分裂嘅，冇辦法分裂出咁多嘅人格，嗰種我就靠演員自己去熟悉一個劇本，變咗我同時咩俾演員。唔可以熟悉人家角色，唔係看到有條文字你就走講，唔係安尼冇資格來做演員。想辦法用聲音來改變那隻角色、那角色嘅問題啊！可能係，因為面對唔係一隻幹練嘅，唔自家咩啲，唔講起來就，天天嚟講幹練嘅頭啦。你喺度嚟看一下哦。意思是講，伊老了東西，一集中到一個地方的時間，它就邊緣化。它徹底邊緣化，有客費費金錢，你文件費下安呢？文件費係搶得多錢，各縣市政府的文化單位係搶得多錢，一下咧，
全部係唔去學微飛。各位观众，其实谈到你阿阿娘讲，其实配音员也是阿娘的工作，就你阿下你个时代啊。其实阿娘想讲，佢有乜嘅价值给他。阿娘讲，张做的讲，我自家係一隻配音員，我以配音員為榮。講呢幾番時嘅，我想問哦，你係有乜問題？我做出來。其實我跟你講。以配音員為榮，以你的職業為榮係錯嘅，也應該嘅。我學法配音，客家配音，也面對嘅困難同幾隻配音嘅環境有關係。你話講，連翻譯嘅配音就遇到安尼困難，一方面係醫生見來見少，一方面係安尼見來見少。變做做啲成法嘅配音員見來見少，大家就處於前排嘅條路，因為一個地方是唔會飽，連示範就有問題。有啲人見流失嘅時間，前邊見流失，後輩人又接唔到，學唔到，就團體嚟，佢會變做見來見示威。我見來見幾隻技術會失傳嘅。一老嘅東西，一攝種到一隻地方嘅時間，叫做邊緣化。它徹底邊緣化，有學費費金錢，唔係文件費下安呢？文件費係搶幾多錢？國縣市政府嘅文化單位係搶幾多錢？一下咧，全部係唔去學微飛。你麻煩哦。變咗你客家東西全部攝種到一時間，佢會見來見細，佢唔會見來見大。咁冇辦法，留其他部會你去申請嘅。也冇辦法，公司係冇辦法。因為啲點咪講，雖然講嘅係合法故事咩都客家出來，不過佢涉及嘅當道領域裏邊，一天冇可能全部都客家呀。客家有咩老門關係啦，就自家就講自家話，自家過自家生活，自家種自家田，冇人攞波人接觸。跟住客家就一天冇留其他冇昆陽嘅族群來做接軌。冇聽呢隻客家嘅故事，其實係留原住民強下嘅。其實客家留原住民呢隻兩隻單位，其實原則上應該 happy 應該都係結合嘅。你做唔到？我難做各為其政。自家割自家錢。原住民講原住民咧，好多人講好多人咧，三立唔會嚟做客家。咁我也較好嘅就講客微飛、中央普飛，佢會拔掉嘅錢，咱愛去撲天陽，咱愛去批動畫，佢會咱愛做嘅，甚至講去落廣告、買時段，嚟到幼幼台，本一條幼幼台哥哥姐姐去講客，唱客家歌。也我知道係一個好嘅方向，就客家能見度客家發。你請客家天師來做，親實力量係唔拉嘅。唔係講客家天師做到唔好，係因為佢有條件限制佢做唔到咁多東西，佢係冇能力做咁多東西嘅。正係一種變到講，當係一種變相嘅邊緣化嚇。就特別就你真正打開天師，你睇睇到客法。那一台就多多少少有些係，你下真人睇唔到嘅，除非到17台。17台有17台自己嘅問題，按到強頭，唔可以用那隻強頭做主要嘅表現。客家配音員到客家後生年，慢慢你冇辦法講客話，有兩件事情係咪有關聯？有絕對嘅關聯，有直接嘅關聯。我而家前面11年，有13年來配音，12、13啥不講，有第二年來配，今年配嘅1出、2出。有啲人客話有進步哦，對嘴，表情也得有進步哦。不過下年到來配音係1年後嘅，1年後係我要接到東西，我要接到安呢。很多的前面啲人都做嚟，回憶一下1年前，想一下1年前用嘅配嘅，有啲技巧啦，有啲技術啦，再個念多進來，有啲客話，再個念多進來。不過呢個我今年冇接到嚟，明年又冇接到嚟。叫做模式啊，模式。有啲人模式就團體嚟，要團體。因為有啲人平時沒有食飯，我顧自己都是，佢可以攞去做事，佢講嘅客話技術就少嘅，見來見少。老虎看人甚至講
我卡在南浦，伊上来台北，伊冇办法讲下，冇机会讲下，各位1张2张下发就跌下来，开始跌下来，各位1年咧，跌到存一半，存到清基本的安置些什么？冇诶，吃饭食神冇诶。呢一點我其實我即刻感覺同情嘛，你離開嘅苗栗台灣以後，到台北做生意，真嘅因為我食飯咩，我打拼，我照顧生意咧，我慢慢的嘅以前老嘅嘅，嗱呢個老化嚇，真嘅講唔出來啦，冇機會講，我唔記得，清楚一出嘅冇機會講，哦，所以係想奇怪，因為安泰特別是安多年，有冇一隻環境？嗱，呢美國呢環境美國客家電視台哦，即個 no 一隻環境，喺當到同台北大嘅老年家也好，後生年也好，嗬，唔知係乜講客家年，佢一隻同城市地部部落，一聚落一隻感覺，就同都市地部一隻客家聚落。我想，呢件事情某一天做得咯。其實政府有做安呢啲東西，有做安呢啲事情。你講嘅汀州路嘅客家，客家飛館也好，客家公園也好，還講客家主題乜嘅館也好，政府有做也就啱提出來。不過行年有自己去參與嘛。嗱，最老嘅我是做客家年嘅新嘅有啲關係。客家年係排泄嘅，喊出來，大家出來參詳一下，當排泄出去一樣。所以呢種新嘅嗬，慢慢的變到講，你到台北市也好，到城市地部嘅客家年嗬，其實冇辦法講。前到一隻環境嚟，唔係即係講天咧，佢中意就講，因為留即係下一代，呢個地角其實係爸爸媽媽講講客話，阿公阿婆全部講客話，阿太妹講客話，唔即係到台北市地邊，你有冇一隻環境講可以講客話？我所以呢點啊，其實咩你有乜解決辦法冇？其實唯一嘅解決辦法，對自家做起，唯一一條路，自家冇辦法同新人講客。佢就你就也唔得人講冇提供安尼環境，因為自家就冇安尼環境咧，我沿用嘅本一隻環境，本一隻客家公園，本一隻客家飛館，本一隻語文中心，本幾隻都市全部客家建築好嘅，本身唔講客，本一條環境有用嘅咯，呢批係唔曉講客噶，比如講我本客家天師，本客維飛，有本客家環境啊，不過自家唔參與。比如我係無看客家天師，無看客家天師嘅人用嚟去批評講，你冇客家咧。天師係冇做客家嘅節目啊，乜嘅樣。其實你講邊緣化，同時要變咗要求自家去我看客家天師，看新聞，看客家新聞。你也按多台新聞台，全部娛樂新聞冇蠻好看，冇價值。唔當作嚟看客家新聞，看客家新聞雜誌。看暗鄉風法，但你看有塵土的東西，看內容的東西，自家天天的침전，自家痴心。將講到痴心，頭擺就電台時間，喺南浦人，係講冰啊，人家冰係乜意思？冰啊，就量像熊大。係，係講嘅冰係躲起來啊，空起來。講空咧？人家空係我都放在桌上，我都放起來。空的冰咧？茶室啊，嘅空啊。茶室嘅冰啊，茶室空啊，對，就係你無非變咗，我會發現呢種事，我會發現自家講，義父自家講，我係咩客法講唔正，講唔好，係咩阿爸阿妹阿公阿媽搞唔錯嘅，快睇，係痴心全冇辦事。有一些問題。面向上天天嚟去了解，一種一強，一逢一休。天天嘅침전自家，原來我講嘅叫做面農強，叫做綠隊強。綠隊地方有專門多強，原來我講嘅唔係唔錯，係我阿公婆都按你講，你阿公婆係按你講，相輔相成，以前做啲融合嘛，做得，如果融合起來就會衝下你，南不南北不北，你特別有朋友問我講，你們客家話為什麼不能統一一個？統一一個，那麼多幹嘛？我講阿婆南部講阿媽咩，有種冇分樣嘅啊。我說我講統一做得啦，那你要誰先被消滅？誰先被統一？誰被消滅？統一一定是消滅嘛。就一天與責無才聽。我成面萬年唔錯噶。一年本身係多年嘅東西，你就會多年呈現。比如講講台風橋，我就講面農橋。面農橋。談嘅什麼？談嘅是做得交通做得。我冇強用嘅語言咧。其實你談嘅是我談嘅是其實就做得咧。
除非讲拿语言做武器，然后去倾销或者是入侵其他文化，这样有变到安样问题。这样有安尼强势的问题。我想讲海豚吼，我是到家你谈到嘛问题，当初一件事就客家人的一家认同问题，来讲过海人吼。我说海豚吼应该来讲一下，就那样诶，透过客家那件事情，用语言的方式来想一下这个认同问题。我说那点吼，图配音员、语言指导都给客家一个语言的一个消长的问题来看一下，我说了一重要。哦，因为我是都那个冇办法的，那个，也冇讲这些年。一个文化最基础、最层面部分就语言，语言冇睇你一个文化就消失了。其他全部改，全部全部会表象。各位观众要转到安尼节目底不来，其实刚刚谈到一个当冲的问题。虽然老家是老师的大嘴鼓，我别讲安尼，不过我是说呀，其实呀，天天都当冲一个事情，所以讲，那样诶去想客家来熟悉自家。一开始讲的吼，安尼用声音来想客家起码该，其实最两点。其实我都想讲，其实安尼一开始一讲客家，其实客家人的这个自我认同的一件事情吼，朱熹老师来看，到底你要看那件事情？先讲讲，我妈叫很多客家。对我来讲，客家做花天啊，那就冇其他东西啊。对我来讲，客家要存到花语言天天，因为一个文化最基础、最层面部分就语言，语言冇睇你一个文化就消失了。其他全部改，全部会表象。有时候当到台北的朋友哈，他说：“你客家人哦，你在做给客家粽啦哈，有一家防范。你要做给姜丝炒大肠啦，客家小炒啦。你要半条啦，你好，非常奇怪。你某年讲客家话的一件事情，就讲话的东西，某年谈客家话呢，他都是谈讲色列啦哈，某就像同花季啦哈，某就闽南语里行啦，一是半条啦哈。太提出你我哋其实冇乜年去讨论讲，客家话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人讲，比如讲，双有歌诶，有文诗，有报纸，有插字，要得全部文诗，你做得用客家音去读出来，读一只音听。一只音读得出，冇表示你做得讲得出花。水，各位也水果。不管。就是，你讲，比如讲水果好了，我用讲。水果，就是讲水果啊，老代人讲果子，果子啊，来是果子，是果子啊，系啊，自来水嘞，吃来水，水土水，人家迄日本人水土水，就一条东西，你做示范，迄范得出冇问题嘅，表示你做得读客家音，冇表示你做得讲客话。从来头摆，阿公阿妈很传啊，不是会打电话过去，阿公啊，你花样样讲咯。咩啊？你遐讲嘅都係客話啊？咩啊？我喺做事托啊，人哋客話樣講到，唔記得咧。阿公仲即個唔記得。因為佢冇肯定用安尼嘅詞彙，譬如講，確實，口腔癌，難咧，口腔癌。很難念啊！強頭嘅強，強啊，係口腔癌。唔過實際按照嘴孔癌。係啊，嘴孔癌。嗱，就像冇呢一隻口，呢一隻絲啊，以前講嘴啊。就大家會讀到安尼問題。你看到口腔癌，唔會比本文書讀到嘅，而且比頭頂嘅，冇辦法去轉彎，客發起碼嘅。幾年有鼻炎咯？冇辦法，就冇辦法，變咗一開始看到眼鏡蛇，我偏木姜啥。木姜啥？即個我知道奇怪啊，木姜啥有乜好奇怪呢？你講印象一槍冇嘛錯咧，扮鬼啥咧？扮鬼啥？真件冇講啥唔掂咧。你講錯嘅，你冇講。講到眼鏡蛇，木姜啥？董志遠啊，木姜啥？你睇意思是講
一條砂鍋帶啲木匠啦。又唔會直接反映講有人做盤鬼砂。確實，甚至講找米帶。你是不是做一種消失啊？一種無彩體的感覺嗬。即個真係想講，其實嗬，怎麼講一談到講，按即個講客家你即個自我認同，你用嚟開始嘅，你用去想客家自我認同呢件事情。你隻配音員，有一隻語言指導，你即刻你用嚟看隻總頭啦，總頭強無困擾嘅問題。準衝，就搶咗啲準衝。除非講一個角色，人係兄弟嘅角色，你阿哥嗌老太，嗌阿爸，嗌奶嘅不管，人係一家人嘅世界，講嘅強頭嘅強樣，講嘅話嘅強樣，種唔得強一隻阿爸。強阿爸、強阿妹，結果強無困擾。你講海量係講私嘅，講尿片係講這話，係冇可能嘅事情。叫做千基礎嘅就。千基本嘅千無愛強強頭，強頭以外千兩係做得強壯嘅強頭。你要無困擾。比如講，你喺做露台外邊，佢睇架班車，人係兄弟嘅，平平嘅強樣嘅環境睇，強也愛睇。唔講頭款強，嗌咗康唔講頭款強，除非我康嗌講面容強。人哋阿爸阿妹咧，要咩去講私煙？確實，我都想到講，其實像阿公嗰邊叫頭款其實都嘅水庫嗰邊河北啊，呢個河北嗰邊，其實阿公阿婆是從河北嗰邊出來嘅呢。只係即個國父嘅年，咩喺度拿一隻拿一隻山頭嗰邊出來嘅。我說佢兩片全部都一隻小鎮哦，我講雙公園、下公園哦，阿太太可能啲嗬。喺頭款呢？即係有時佢睇下啲雙公園講嘅花學啦，下公園講法都500公尺天天哦。溜嘅失敗，冇困擾，小過冇困擾啊！再去嗱，聽嘅阿婆講啦，即個嘅阿太講嘅時，冇困擾嘅，冇困擾。就變做講一個較小可嘅，可能係200年前哦，我阿公婆都可以一隻天涯爬，講翻溜鳳，嗰種傳當藝人們傳下來，就失敗溜鳳。弄幾片泰山嘛較泰，可能就會剛講大師當好，門一門，我就想到無馬金雞你當年分無金雞，你做瓜子嘅時候，大家就講你係哪門呢？其實那個門的意思係講，一房那房，三房四房嘅那門哦，然後無困擾嘅地方出來，一房你停停啲移動哦，像我記得好像我帶個頭份地方但係我對面有一種很白宮吧，那個白宮咧當初以前佢應該對老蔣過來嘅時候，就都好佢過去做生意，做草上呢過去大量都嘅團體嚟。幾年我知道，我記得就有一年我爸爸嚟到嘅叔伯嚟到，就去請一隻我白宮就叫阿伯當前就請到廣州嗰邊去，就有對到嘅族譜，有對到安尼嘅鄉鄉嘅你話真有連到安樣，嗰時嘅其實即刻聽嘅爸爸個阿伯嚟到講嚟嘅故事時嘅其實咩當感動。因為講當奇妙嗬，簽到自己獻賣，即做阿太傳下來嘅時嘅，真係有值得嘅呢。我做一隻歷史事件本到2片戲啊樣。我夾幾片呢？我要談過我爸要講嘅，其他幾片講法難啲寫講法無困擾了。因為好多小到嘅廣州嗰邊嘅要同化睇嚟，安樣。將阿媽講嘅就係神奇啊！因為我接觸配音嘅。學白普強誒，多咗啲高用嘅時間、面用嘅時間，阿媽講唔用變到白都煩咯。各位觀眾，今日我知道有隻當重要嘅訊息要本大家知啦。咩講本大家知，就講來大家溝通一下。我說你要用客話來想這個認同問題我說當然啦，就兩件事對話。我說後生年有一隻當好嘅方式就轉莊頭，然後老人家對話。對話呢件事情有做到，我就感覺其實有希望。有隻希望講老當到你以前留低嘅東西透過了對話來留下來。因為你留到設計嗰隻根
使到呢件事情去做得到，唔知有冇感覺自家留嘅台北啦嚇，台中啦、高雄啦，嚟到太城市地方原因，有乜嘅冇困擾嘅地方，就使到自家其實咩當好啊，反正我講法主義強無馬無花，因為我老太家講隻小故事吼，因為我自家娘嘅慢慢地老咧強變體咧，其實以前讀高中嘅時候。嗰時嘅我讀台灣中南高中讀書，到嗰時嘅時候，因為嘅學生嘅同學嘅笑我啊，客家腔，客家腔講法有隻國語客家腔嗰樣，嗰時因不你笑，自家就唔敢講嗰隻腔啫。其實嗰時嘅腔有時候其實當講，係真係當講。所以希望吼有機會吼，就後生年吼，睇下轉移總體嘅時候，老人家唔是做乜嘅，做老人家對話做好嘅，老人家對話睇嚟我知道唔做第一個，這個係乜事？我今天節目當感謝嘅謝老師，謝國權安都。英文嚟講，我以客家腔為榮。我以客家腔為榮，為榮。當然，阿你客家話吼，之前講到叫嘅時候，因為阿你講過年後啲腔真係冇做出嚟。係，我咩好啲藝要按你腔，本來記得藝自家係乜嘢。咩當好啊？阿曾咪講想講其實有時間當排泄啊，講過年講，睇下師傅講講法無爭啦，一樣啊。你講過年無爭，依邊錯，依件事係講年少啊，講年少自家都唔敢講，真係唔敢講。其實講拍嘅就唔少，有材料就少，有一年就有兩年。因為你喺第一擺讀到謝國賢老師，伊隻阿娘嘅皮影眼，到底係娘嘅一隻輪廓。相當久，其實我係感覺吼，其實正經係用聲音來表演的一種。大家看到嘅視覺、面相，佢全部係用聲音來變化出來。咁樣一隻技術，我知道正經當特別，咩當難得。所以我係感覺吼，一隻客家嘅配音員，正經客家語言戰士。已經想辦法用佢自家第一詩、第一畫、第一腳嘅，想辦法去留咧腦袋留下來嘅話，慢慢地講得出嚟。唔係講天天，然後可以用畫嚟生出樹、生出腳、生出客家嘅面相。